一座座精致且独具特色的雕塑工艺品，栩栩如生地展示在百货橱窗。绿工坊每一件作品都展现出设计师独有的风格和故事。有几个国外非常有名的设计师，这是我们 Lily Thomas 的设计。那他很强调的就是他的这个月亮花仙子 Amy Brown， 她是花仙子设计师，它的颜色可以看到它其实很鲜艳、很亮眼。我们在台湾是独家代理，那这是 Lily Thomas 跟 Ansel 也是独家代理。与多位奇幻设计师合作，将梦幻世界注入工艺品之中。作品主要以龙、精灵和花仙子为主题，以冷瓷为材料，能完美塑造出细节。不管远看或近看都相当精致，每座雕塑都有原创性和独特性，更强调一条龙服务。从设计端到我们包装设计，到我们打样，到制作生产，一条龙。然后我们还有国外的通路，我们会去跟国外的我们客户去谈合作，然后去把我们的设计师的产品去推广到国外。柜内的每座工艺品，无论是作为收藏品或是居家生活品，都相当合适。绿工坊将持续扩大市场，为客人提供更多优质的作品和服务。记者周怀台南报道。